也是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这个小人国、小人国，一切物品拢总来缩小，迄是一个什么款的世界呢？52岁艺术家陈宏典上届专门呢，就是来打造真有古味逼真的小世界。伊来参加着美术模型的国际比赛，抢在都咧头顶。陈宏典是美术科班出身，本地的梦想是要做一个红仔册家。到尾啊，将做平面广告甲室内的设计师。日一届的因缘，伊来投入到美术世界，将厝深深爱着路放袂离路。爱的灵感有真侪拢是为具象片来的。伊甲以在记忆实体化，而且来缩小，美术是甲时光定格同款。嘛因为安尼，伊的作品真有感情的温度。今年陈宏典更加是甲伊尊敬的长辈日本模型界的大师山田卓司合作，来举办着美术模型的联合的展览。台湾甲日本这两位大师交织出什么款的花青呢？咱做伙来看。它毕竟不是真实世界的东西。但是它又是真实世界的缩影。那你自己沉醉在这种缩小的世界里面，得到最大的应该就是疗愈啊。要唱变数，哪会唱伫册架内？这是陈宏典兴趣创造出来的缩小世界。是镜头的前表吊顶半手部大的旧汽车，52岁美术艺术家陈宏典，以真来眼光甲细腻工序，骗过你我的目睭。微缩模型汉克的家1:14的手推车就是这一个。今天我们还要带你来看汉克的家真实场景大公开。180公分的机动战士更大，共款徛伫门口迎宾，对照美术模型，一路为玄关到客厅。phong裕电视顶面家具有够逼真，每一个物件拢真讲究，完全照比例制作的。那甚至在量厚度的时候，你还要这一个东西，就是游标卡尺啊，因为它可以量到很细微的地方啊，因为物体的东西它并不是说只有眼睛看得到的那个厚度啊，因为作为说就是1米、2米啊，甚至0.1米，你都必须要斤斤计较。成就美术模型爱追求毫厘之间的完美，本身是室内设计师的陈宏典，自细汉就爱画图，更加是互因上港科班出身，毕业后去日本进修插画，累积20多年的功力。也是2010年开始，试着去做一些小时候的模型啊。那毕竟机器人的模型，它还是一个玩具的概念。那看到这样的微缩模型，就会想说，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玩具，做成像这种微缩模型的境界？那是不是可以有更有趣的玩法？陈宏典甲美术模型的起源来自一张日本的专家荒木地的美术作品的相片，逼真的模型可以当作是真实的场景，吸引伊进入美术的世界。它毕竟不是真实世界的东西，但是它又是真实世界的缩影。那你自己沉醉在这种缩小的世界里面，得到最大的应该就是疗愈，把失去的那一个童心，试着慢慢的找回来。像这一些贴在墙面上的纸张啊，它其实已经被模糊了。手真卡，真够利用各种的材料做还原的小物件，连细型的粪扫袋内面的道具，拢经过精心设计。袋子哦，它的薄度特别薄啊，好，那越薄的袋子，它做出来的真实感就会越像。好，那一般人他一定会有一个拆开的动作，那我们也可以去模仿
真实的东西打开以后，好，把它做一些这样的垃圾的形状。那我的作品里面有一些垃圾就这样成型了。这个作品的名称我是写给爱丽丝，那会想要做它也是因为台北市的垃圾桶真的是逐年递减，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一点点不方便啦。所以老师，你的作品也是有一些很多社会观察，跟时事有关的会有一些。这个站牌还有旁边墙上劝人向善的布条，是不是很眼熟呢？其实这里就是新屋干12号的灵感来源。不过和模型最大的差别就是少了2辆老式机车。阮伫都市有咧山顶公车摆的破失无完美，嘛互地方电记录落来，互人等伫涂骹的粪扫甲树叶啊，生青伫的塑胶椅啊，还有真复杂的电火条啊，比例缩小甲表现出来，成甲互民众赞叹。那有看出来是模型吗？看不太出来，很漂亮。怎么说？有哪些细节你觉得是蛮特别的？就电线杆啊，还有什么站牌啊，都有啊。相似度是多少？95。屋主在公车亭的外面做了一个很简陋的塑胶雨棚，就是试着想要把外面的这些等候公车人，不希望他们淋雨啊，做了很多的善事，然后又花了钱请人家做这样的输出，它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创作的一个很好的素材。我去试着去看人家内心世界的一个作品。2016年，地方店得到日本电动级的美术模型比赛滨上美术大赛双料冠军。这种作品多谢你的照顾，是伊甲日本的朋友跨国忘年之交的故事。脸书玩具社团的一个大叔哈，他叫资源秀夫。他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他常常会寄一些那种小扭蛋啊，这种盒玩的小玩具给我。那想说为了感谢他的那种谢意，那我才想说，不如干脆就做他的店来做我的谢礼啊。这是谢兴汉克的分身出现伫美术模型的唯一作品。地方店以20张相片进一步深入研究日本厝的结构工法，还原资源收获麻鱼店。除了正面的建筑外观，后壁的楼骹是灶骹甲用餐区，料理台还有真侪爱洗碗盘，楼顶是头家翁仔某的房间。一般玩微缩模型，他们都是做一个面向。那我的作品它是从360度都可以看，所以当年就是得到2个冠军，这样让我从此就更坚定，就是想要把未来的人生都放在这个缩小的世界里面。那三板造纸这一个店，一踏进这家店的那个感觉啊，就已经马上爱上这个地方了。一经40年唔捌改变过的昭和时期酒吧，是地方店留下期间的心灵港湾。头家娘亲切的照顾酒吧一切，是地方店伫日本上个温暖的青春记忆。那一个酒吧的点点滴滴，在2年前我就一直很想做，但是手中又没有什么足够的照片，我就请我的日本朋友，前后大概花了1年多的时间，他们收集了上百张照片。那我从这几百张照片里面，去找当时的回忆，然后试着把它慢慢的，放到这个小屋子里面。往事不必如烟，地方店将记忆浓缩在模型内，保留岁月的分享、感动的瞬间，用美术作品豆豆讲起伊的人生故事。我一个人的回忆如果把它实体化的话，其实是可以变成很多人共同的回忆啊。那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会试着找可能大家都曾经拥有过的东西。地方店手艺模型都专心的展示，互人难以感觉讲伊怀有先天性的弱视。2粒目睭视差有480度，掩过伊专心的目睭永远充满热情。虽然左眼看不到，我觉得也无所谓。那当我把眼镜拿掉，其实模模糊糊的，
它也是一种很朦胧的美。我觉得就珍惜现在目前还能看到的，能做到什么地步，我就去享受这个状态。不但做到老，我应该是做到瞎了或死了为止啊。微缩和真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呢？在老师眼中，或许重新定义。而这次他还和日本模型大师山田卓司共同联展，要带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微缩世界。快乐时光是展场中的人气作品，也是地方展得到第6届滨上美术大赛版本赏的得奖大作。店内有两黑咧送你啉酒，店外有真脏乱的粪扫堆，虽然缩小成1:12，不过依然真有味。场景中还有鸟车咧美鸟的画面。看我的作品，当然它可以用很多的面向来看嘛。即使他不懂微缩模型，你只要看它缩小后的感觉，你只要看它的精致度，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看法。更有趣的，我会在场景里面放一些梗，那这个梗有时候是为了让大家会心一笑。1969年阿波罗11号头一摆载人登陆月球，真日阴谋论就咧讲，当时的登月计划是一场伫恋爱病拍的大戏。地方展归去就将模型做成恋爱病场景，表现伊的笑亏一面。真的非常拟真，细节都做满满，然后很像以巨人的视角在看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他做的非常细节。有个印象非常深刻是他连货车上面的停车单都有做出来，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们这次邀请来的山田卓司老师，他是在一个比赛项目叫做情景王的这个项目里面获得了5次的冠军，在模型圈也是一个前辈级的一个存在，就是他等于是像神级的人物了。公车站是山田导师伫电视冠军节目第200集纪念特辑的作品。山田导师用人伫雪中压线等公车表现出人为主题，详细看这个细型人的表情充满笑容，让人感觉伫寒冬内面的温度。这件作品是它的主题叫做跑腿的回忆。那比较很有趣的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妹妹在这边哭，她想要呈现就是这妹妹帮家人去买菜、买鸡蛋、就是要带回家，就是她不慎在途中打翻了她，所以地上就是有打翻的痕迹。当时山田老师为了呈现出就是比较逼真的头发淋湿的感觉，他还拿他自己的女儿做实验，拿水喷湿在他女儿的头上，去感受一下就是淋湿的小妹妹的头发会长什么样子。看这个模型，袂输会使听到这个查某囡仔委屈的哭声，甲警察亲切的安慰。山田导师的作品，伊的构图真简单，却使传达强烈的故事感。如果是用画画的感觉来讲，就是他很擅长用精简的剪法，就是他不用非常巨细靡遗的把许多细节的呈现，然后他用几个人物的塑形，然后以及一些肢体动作跟表情，就能够传达出他想要传达的一个故事。就是美好的回忆啦，要回想到以前的时候啦。现在以前年轻时候的看到的，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有那个氛围。对。我想不光是对我也是对台湾的民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出发，就是说可以让大家不用千里迢迢跑去日本就可以很清楚的把老师的整个风格看过，然后再跟我的风格做一些比较也希望很多人他可以一起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台日美术大师分别用细致的功夫，在日常生活中加入想象力，用心刻画英字情景。美术模型除了高仿真度以外，细节中有贴出情感甲共鸣。透过美术世界艺术家地方展，讲起着一个一个让人反思的故事，嘛交织出丰富的美观人生。